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小紅食同玩頻道。激浪與柔情，古今的融合，就係貴州最好嘅寫照啦。我哋離開咗小七孔之後，就開車近3小時嚟到貴州西江千戶苗寨。今日整天都有啲微雨，嚟到呢個山谷更被霧水所覆蓋，更添一片神秘嘅感覺。千戶苗寨係目前中國及至世界最大嘅苗族聚居村落，被譽為露天苗族文化博物館。因為我哋到達嗰時已經接近5點啦，由於景區內所有汽車不得駛入，導遊只能送到景區門口，我哋自己拿行李去入住景區酒店啦。行咗一段長路去到擺渡車站，坐擺渡車去酒店，但係由於唔知道酒店位置，所以錯過咗酒店。要落到去總站之後，同司機說明地址，再返上嚟酒店。呢間係屬於新開嘅景區酒店，睇落嚟都好新淨，環境都唔錯。呢啲小型嘅酒店屬於叫精品酒店，冇過度奢華嘅層次，隨之而嚟嘅就係放鬆隨意，擺脫塵囂嘅感覺。辦好入住手續之後，就由服務員帶我哋入房間睇下啦。房間就以名字為定名，冇繁複嘅號碼。咁你又去睇下間房究竟係點樣啦。有一個普通嘅廁所啦，淋浴間非常之大，睇落好舒適。行返出嚟，一個洗面盆、化妝鏡、風筒、拖鞋一應俱全啊。旁邊就有一個大衣櫃，入邊仲有2件神褸。出返嚟就有2張屬於大嘅單人床啦，對住一個長電視櫃，但係冇電視嘅。窗後有張梳化，俾你欣賞窗外嘅景色。窗邊就有個水吧櫃，下邊有個冰箱，但係吉嘅。點解呢間房冇電視呢？原來佢哋用投射式嘅，投射過嚟呢邊牆嗰度就係一個大電視啦。行出房門口旁邊就有一個露台啊，呢個露台係俾大家食口煙傾下偈嘅地方啦。呢度亦都係酒店唯一可以食煙嘅地方。呢間酒店亦都有洗衣房設備，旅途中嘅衣服就可以洗一次啦。略作安頓之後，已經夜啦，所以我哋又出去食晚餐。首先行落去個觀景台，離酒店不遠，大約步行10分鐘。咁落到嚟呢，仲見好多人。呢度就係睇夜景最好嘅地方啦，亦都係嚟苗寨必嚟嘅地方。我哋行埋山邊，一眼望落去，哇，好靚嘅夜景，千家燈火，好似無數螢火蟲潛伏於山中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就坐擺渡車落到下邊嘅總站啦。落到嚟呢個下邊就係苗寨入邊嘅市中心啦。呢就係當地人嘅市集，亦都係佢哋出入去外邊嘅地方。當你行入去就會見到好多縱橫交錯嘅小路，亦都好多商店林立，但而家都變為紀念品商店或者係食肆啦。最後我哋就揾間餐廳坐低食咗一餐晚飯啦，味道都尚算可以嘅，但價錢當然比出邊略為貴咗少許啦。之後我哋坐擺渡車返酒店啦。早上起來望出去出邊，哇！只見成個山谷煙霧彌漫，真係好似仙境一樣。相對有名嘅瑞士美景都不遑多讓啊！當我哋出嚟食早餐嗰時，先知道要出去下一個鋪位嗰度食。其實喺呢啲細酒店同埋呢啲山區地方，亦都唔好有太大嘅期望啦。但都尚算真係相當可以，有肉有菜，有蒸嘅包點，有粥，
又有水果，都不至太失望。尤其是最後碗湯麵，超好味，讚！食飽之後，我哋就行落去觀景台搭車啦。行到半路，見到一間麵包鋪，整啲點心好靚，好香，依附埋去買啲嚟食下啦。傾開，原來佢老公係香港人。嚟到觀景台之後，難免要多望兩眼，睇下呢度嘅美景啦。同夜晚唔一樣，又另外一個景象。當然千戶苗寨唔止呢一忽啦，佢哋仲有好多響另外一邊北門嗰邊嘅。我哋呢度只係西門啫。據聞呢個觀景台就係呢度最靚嘅景觀啦，所以好多姐姐仔啊都穿咗當地嘅民族服裝喺度打卡。我哋落到嚟呢個市集，我哋就附近睇下啦。呢度好多吊腳樓建築群，依山順勢，層層疊疊，展現咗苗族獨特嘅木結構建築智慧。呢個白水河穿寨而過，四周梯田環繞。春季係油菜花盛開之日，但係而家已經4月中啦，所以油菜花田就冇咁大而靚啦。好彩仲有啲睇下。我哋行返出嚟嘅村口個地方，準備橫跨呢個白水河嘅土絲橋啦。喺呢個白水河上邊，總共有7條呢個土絲橋，為方便族人渡河而建。我哋就行過另一邊，喺另外一邊嘅一條叫做陸家橋嘅地方行過去啦。過到河對面呢，就係變咗商業區啦。導遊曾經溫馨提示，盡量唔好行入去人民居地方，可遠觀而不可近訪。所以我哋都從商業區方向行過去啦。沿途又有啲石上嘅刻紋，介紹呢度嘅歷史變化。之後我哋又從另外一條土絲橋行返過去啦。我哋沿途欣賞下呢啲橋嘅結構，完全都係以木為主，冇鐵釘嘅。跟住我哋又行入去佢哋嘅步行街啦。兩邊商店林立，由於時間尚早，亦都唔係好多鋪頭已經開咗門，連呢度嘅博物館都尚未開門。呢度兩旁嘅建築物亦算保持得相當良好，舊而不殘。兩旁嘅商店大多數都係售賣一啲本地特產或者食品啦。我哋無意中喺一間商店入邊見到隻好特別嘅小動物，店主話佢係羊駝，非常可愛。跟住我哋再向前行，就去到一個廣場。呢個廣場就係呢個苗族召開大會或者有咩喜慶事嘅場地啦。我諗就係類似我哋廣東人所謂嘅祠堂啦。呢個地方非常之大，而且亦有一啲我哋睇唔明嘅圖案，呢啲可能就係佢哋族嘅標記啦。我哋經過一間飯館，見佢喺度炸緊啲煎堆，非常之靚，好香。於是乎我哋就入去食咗個簡單嘅午餐啦。行完苗寨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攞埋啲行李，搭返擺渡車上去入口處啦。呢個頭冠就係苗族女子戴在頭上嘅銀冠啦，係苗族盛裝服飾中華麗嘅頭飾。出到出口之後，我哋會合導遊，就開車向貴陽出發啦。又需要3個小時。瞓醒一覺之後，架車就已經差唔多到貴陽啦。真係辛苦導遊啦。貴州以橋出名，所以橋樑都縱橫交錯，四通八達咁。入到貴陽市之後，導遊就話帶我哋去睇下白宮。我瞓醒之後就嚟咗美國啊！原來係早幾年內地有一個有錢人起咗一座華麗嘅大屋，
外牆有咗白色，所以貴陽市嘅人都稱佢為白宮。呢座純白色嘅城堡依山而建，前面嘅大花園都係佢嘅範圍，而大屋裏邊亦都未見有人居住，因為長期不對外開放而蒙上咗中國第一神秘豪宅嘅色彩。2025年底，省政府將其對外開放，轉型為結合文創、藝術、餐飲等公共藝術空間，而公園亦改為濕地公園，給市民使用。如果各位想入去參觀，必須從網上預訂，同埋只係部分空間開放。事實上，佢真係一棟宏偉嘅建築物，據聞客房都過千間，電梯就有20多部，全高13層，建築費就27億人民幣。呢間咁靚嘅建築物，普通市民連屋主係邊個都冇人知道，而前面嘅花園本來都係佢嘅物業，形成前堂廣闊開揚之局。而花園入邊種滿花草樹木，有湖有橋。據聞呢條橋嘅扶手全部用白玉砌成，果然係雕欄玉砌。淨係睇出邊嘅環境都令到人覺得豪到窒息，天下間都好難揾到另外一間咁嘅豪宅啦。而佢嘅左邊就係貴陽最高嘅雙子塔大樓啦，形成左青龍之勢。我哋入去行咗一陣，商場入邊嘅設計同其他商場都差不多，我哋就叫司機送我哋返酒店啦。佢同我哋出咗去幾日，都應該早啲返屋企見下家人啦。安頓好之後，我哋就出去附近餐廳，結果千挑萬選，最後都係食火鍋。大家知唔知呢啲係咩魚啊？我相信好多外國出生嘅細路都唔知呢啲係乜嘢魚啦。佢就係生魚啦。呢種魚非常之兇猛，生命力強，離水之後都可以活存3日。我哋廣東人常用於產後或手術後用其煲湯飲用，據聞有活血化瘀，有助傷口愈合。最好係先請教你嘅醫生。食飽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休息啦。第二日嘅早上，我哋就落去食早餐啦。上次已經影過，本來我都唔再介紹噶啦，但係今日早餐嘅熱菜相當之豐富，可能今日我哋早咗落嚟。今次份量充足，每一樣嘢都煮得非常之好，好似煙肉咁，顏色均勻，綠菜又非常之綠，每一樣都煮出嚟好完美，色香味俱全，所以我忍唔住就介紹一下俾大家睇啦。原來早啲落嚟可以食到咁好嘅嘢，第日唔好咁爛瞓啦。食完早餐之後，我哋就去今次旅程最後一個景點啦，青岩古鎮。佢位於貴陽市南郊，係一座始建於明洪武11年，約600多年歷史嘅名鎮，融合咗明清古建、多元宗教及特色美食，係貴州4大古鎮之一。古鎮嘅南大門係定廣門，佢嘅城牆係明代建設嘅萬里長城。古鎮入邊最具特色嘅就係青石板嘅小巷、石雕古建，係拍照打卡嘅首選地。鎮內亦保存咗多座清代精美嘅石牌坊，仲匯聚咗寺院啦、廟宇啦，甚至有一間天主教堂，係一個多元宗教嘅古鎮。呢度亦都係一個軍事重地，由明洪武年開始至到紅軍長征，呢度都係兵家必爭之地。呢個趙公磚祠就係展示咗青岩古鎮嘅歷史同進展啦。佢有成5個磚廳，
令你慢慢去了解呢度嘅歷史轉變。我哋參觀完之後就行返出嚟，繼續向呢個小巷道穿梭啦。佢呢度總共有成26條小巷，係一個規模相當大嘅古鎮。北門嘅西街就係呢度出名嘅小食街啦，譬如啲老豬蹄啦、丸糯香濃，又稱為狀元蹄，因為貴州曾經響呢度出過一個文狀元。仲有好出名嘅酥脆嘅玫瑰糖。嚟到小食不能不提一提貴州個特產刺梨。刺梨乾或者刺梨汁，佢有好濃嘅維他命 C， 但係由於太酸，所只能曬乾或者榨汁。但係貴州以前嘅環境比較貧窮同埋落後，又以少數民族為主，所以冇特別出名嘅菜式。喺古鎮行咗半日之後，導遊就開車送我哋去高鐵車站啦，要離開貴州啦。我哋今次會直返去香港西九龍站，呢次係直通車，不用轉車。我哋經過廣西，我哋先會返澳洲，5月中再去廣西桂林旅行，敬請留意。我哋到咗西九龍之後，就去到機場快線嘅九龍站轉乘機場火車入機場啦，只需要半個小時就去到機場啦。我哋就過咗關之後，就到貴賓室休息一下，食碗麵，沖個涼，就坐夜機返澳洲啦。昆明及貴州之旅到此圓滿結束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